預料位於菲律賓以東的低壓區將在未來數小時增強成為熱帶低氣壓，預料其初時向西北移動，稍後因為一股東北季候風吹落嚟，所以佢會路徑稍為偏西。佢喺呢一幅圖係唔排除登陸香港嘅。預料強度喺熱帶風暴至颱風下限之間。預料最接近香港嘅嗰一日係21至22號，最接近香港，喺香港以東，香港東南大約70公里掠過。但現時仲有分歧，如果東北季候風唔強嘅話，呢個熱帶氣旋呢就會一路向西北移動，就會登陸廣東東部沿岸。但如果有東北季候風比較強，佢就令到佢向西行咁樣。所以呢一股東北季候風就會影響呢一個熱帶氣旋嘅路徑。呢個就係日本氣象廳佢嘅預測路徑，佢嘅路徑初時向西北偏北移動，移向菲律賓以北部，之後再向西北移動，喺西北移動之後再因為東北季候風令到呢個熱帶氣旋向西南偏西移動。所以呢一個睇法都係會比較接近香港。現階段唔排除佢直接登陸香港，或香港天文台唔排除香港天文台發出嘅10號颶風信號嘅可能性。